来关心中油伫澳洲投资乌油田，即马已经通过澳洲官方的核准，按算2028年会开始生产，一工通出产原油8万桶。啊，若咱中油会当分到一成，也就是一工咱会有8000桶，安尼就当提升咱国内稳定能源的能力。中油伫外国石油甲天然气的探勘甲采集，搁一个有进展。今年2月1日，以全资子公司 OPEC Australia 的名义，甲澳洲 Carnarvon 公司签署矿区买卖契约，已经得到澳洲外商审查会核准。伫15摕到Dorado油田，甲附近4个探勘矿区各10%矿权的权益。它这个Dorado的矿区呢，是它已经证实它有这个蕴藏量了，接下来就要步入开发的程序。这个矿区它本身的蕴藏量初估有1.34亿，未来呢，它本身还有一些周围的一些区块呢，在进行进一步的探勘发掘呢，预期它还会有一些发现。中油表示，海外探勘的事业，都是希望会当增加提供予国内石油甲天然气的比率。目前除了澳洲，嘛伫厄瓜多、尼日、查德、美国甲巴拉圭等8个国家，15个矿区拢有探勘甲采集的计划。即个加入联合经营了后，上重要的目标是推动油田开发计划，包括起一座海井平台、铺海底光线甲控制系统，还有起一座海顶铺设3度下油船，来分离石油甲天然气，生产原油。台湾进口能源依赖度是大概97%啊，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经济国家来看的话，那分散这个我们的进口的这个来源呢，那是必要的哈，可以减少这个能源的风险了。中油表示，开发初期生产的天然气会甲注入去地下盐田，来提高原油的采收。按算2028年投入生产，帕布油田会用另外一条海底管线连接到3度下油船。在上大生产力的情形之下，Dorado油田按算一工会当生产8万桶的原油，中油会当分到10%，也就是每一工8000桶，估计一年差不多300万桶。为了增加咱国自有油源占的比例，嘛会当提高国家能源稳定甲供应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